锱铢必较。我有同一次。那这样子可能看到悍将这边会稍微有一点意见啊，但是黄云中总教练劳心仔仔，什么大风大浪我没看过。如果这样看的话，可能是稍微低一点。对，他认为哈。但从这边来看的话，其实还好的，有好球的空间。对，马上我才刚讲。黄云中总教练要来问一下。看起来应该是阿德对主审的对这个判决是有意见的哈。是被赶出去了。对，他是因为刚才没看到这个画面。张定哲在这个时候球局下半2出局的时候，所以刚才收音是收到阿德的声音吗？首先就是非常抱歉刚刚的那一局的事情，就是现场有小朋友就不好意思，不好的示范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还是谢谢大家，请支持我们，谢谢。全场张进德，我爱鸟包，今天他带领我们拿下胜利。全场张进德，我爱你，1、2、3，来！